是花了800大洋，从阿达西那里淘来的边角料。这种料子都是做手镯吊坠切下来的，基本做不了什么好的东西了。但是到了我的手里，我会让它重新变废为宝。咱们拭目以待。今天我们就用这块石头，帮这位美女小姐姐雕刻一款灵蛇护主发簪。小姐姐说她也是偶然间刷到我的视频，她看了我所有的视频，非常的感动。她认为礼物就是要有意义才会显得珍贵。她说妈妈属蛇，今年就是妈妈的本命年了，所以她决定趁着这次过生日，送她一件独特而有新意的礼物。在网上找了好久，也没有找到心仪的礼物。偶然间看到我做玉雕的视频，非常的感动，觉得传统手艺就应该发扬光大，于是找到我，设计雕刻了这款灵蛇护主发簪。雕刻发簪也是因为妈妈是一位旗袍爱好者，发簪配旗袍再合适不过了。雕刻妈妈的生肖蛇，也有灵蛇护主的寓意，蕴含了小姐姐对妈妈的美好祝福，也希望这个发簪能代表自己，每天陪在她的身边。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您，感谢您观看我的作品。你没有去选择看帅哥美女，而选择看一个手艺人。这个发簪我做了2天的时间，也是我做过一个最满意的发簪款式，但是做起来太麻烦了。有的人看完我的视频就划走了，有的人没看完就给我点个小红心，因为他们知道生活不易。接下来一起看看我是如何把一块料子变成精美的发簪，打造过程非常精彩，也非常解压，还希望你能看到最后，因为成品真的非常震撼。
虽然视频只有几分钟，但是制作起来真的很复杂，因为细节很容易出问题，所以我每次做这种发簪都要花2、3天的时间。当初设计它的时候，就觉得我们平常戴的发簪也太单调了，这款不仅百搭，还不容易撞款，也不是不能拿来量产。问题是，上面的每一处工艺就失去了意义，就是要手工雕刻画出来的才好看。可能你刷到这个视频不会逗留很久，以后就刷不到我了。我先祝大家往后余生事业有成，身体健康，财源滚滚。陌生人，我从拍摄到制作需要几10个小时的时间，大家能不能花1秒钟点个红心，支持一下手艺人？谢谢大家了。